伊有入院，我全身不了后，我都要歇落床。伊有这个愿，伊都要4月来带阮查某囝，6月都要歇落床。我按两日都爱来拜佛祖诶，佛祖大家会使拜嘛。而且查某囝嫁去，阮老诶，阮太太，逐日都伫哭。我讲你若是伫哭安那？靠查某囝嫁去，都高中毕业、理中毕业尔。咱去庙煮饭，庙创啥？咱去啊，毋知一工会下无？下人会笑无？哦，伫烦恼。